来看台北的警察伫咧查可疑的车辆坐伫后壁3个失联移工煞来浪港，警察就去对有2个民众来到三港，抓到2个人，也1个人搁咧密。也甲警察到三港的民众有1个哦，伫咧过程当中出骨登去，开到了后，甲再是无代志。好，你左边停一下，左边，切进来，下来。 要求司机将车往道边停，无一个后边的3个查甫人开车门时走出去，警方怀疑是失联的移工，随去抓人，其中1个人被伫草垛内底顺利抓到，也那另外一边追捕过程却是真惊险。我们要过去盘查的时候，他就后面车门打开，3个就全部往不同的方向跑了。外送员他就很主动的去帮我忙，先追到这个歹徒，但是不小心就是撞到他的机车。 一个拄要来台北接单的4单的外送员，见义勇为，加入围猎，顺利抓到人。要一个做警卫的姓齐的查甫人，在4、5中队长抓到，不过混乱中弄到外送员的机车，姓齐的查甫人手骨头断去受伤，开刀了后暂时不要紧。到处保障，其中一位就是往我这个方向，然后警员也在追逐，追到跌倒，我就是看到之后赶快去帮忙，然后没有追到，那是不是会危害到其他人民？ 经查5名外籍人士，其中2人逾期居留，2人持合法证件，还有1人逃逸中，将持续追查。本来以为有1个人逃走，警方全力来追猎。根据劳动部统计，到今年6月，失去联络移工超过93000人。除了这移民署以外，警方也加强来查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